大家好，我係瑞雲，歡迎嚟到瑞雲教室。咁今日呢，我哋就嚟研究一下長槍。一開始我就介紹呢招長矛嘅 Q 技能嘅第一技啦，第一招猛衝打擊。咁佢就造成直線範圍嘅487點物理傷害，跟住緩速10%，持續7.44秒。每擊中一名敵人就為自己施加一層長矛層數。每層長矛層數就增加普攻28%。咁基本上呢，我係幾推薦用呢招嘅，因為佢夠直接，係一招出招技能咁樣。咁當然啦，正常都係出招技能嚟嘅呢隻 game，但係長槍呢，淨係個一技呢，淨係得呢招係出招技能嚟嘅啫。第二招呢，佢係加強普攻、強化普攻嚟嘅，完全唔係出招嚟嘅。所以我就比較建議用呢招啦，同埋我個人習慣都係用呢招。咁佢個優點喺邊呢？你一打多嘅時候呢，打到兩隻呢，就直接疊加咗2層長矛層數嘅啦，可以。咁你每層加28%普攻呢，都幾誇張。咁你兩層，一層28，兩層就56%，咁其實都好誇張，嗰個普攻傷害即刻增加到。咁變咗都幾 OK 嘅，相對上嚟講。跟住我哋介紹第二招一技能。第二招一技能就係呢招靈魂長矛。咁呢，佢就係增加普攻範圍40%啦，增加物理每層增加攻擊傷害5%，持續8秒，最多可以疊加3層。咁基本上呢，呢招就完全係增加個攻擊普攻嘅攻擊距離同埋嗰個攻擊傷害，同埋佢個優點就係冷卻2秒咯。不過40%就唔係話好誇張咯，遠得即係長少少咁樣咯。我自己又唔係好習慣用呢招嘅，即係雖然我長槍起家，但係我都唔係好習慣用呢招一直以嚟。同埋佢係打單體啊，因為你強化普攻，你唔可以靠呢招打好多個敵人，好似呢家一打3又要逐隻打咁啊，好冇效率。所以我比較少用呢招多。不過 PK 我見有啲人用得幾好嘅，用呢招，或者多對多啦，但係一打多嘅時候就唔係咁適合我覺得呢招。不過又唔可以話佢完全廢嘅，因為我見有啲人用得幾好嘅。即係但係我又覺得佢又冇攻守咁遠咁，遇到個 boss 上面打埋。但係佢冷卻2秒都 OK 嘅。搶大佬，哇！20萬經。好啦，跟住我哋介紹下W 技嘅第一招矛之心。佢就係呢個錐形範圍每0.3秒造成299點物理傷害。呢招呢，我就覺得都 OK 嘅。我最主要都係用呢招，基本上，所以我係幾推薦用佢。用翻一技能先，因為佢嗰個距離啊同範圍都好大，又一打多呢，咁變咗最難處理就係打攻守同埋一打多噶啦。咁佢呢招呢，兩種情況都對應到嘅時候，我又覺得係好有用，即係好似呢家咁，好快搞掂一隻嘅，1打1嘅情況下都好快搞掂。所以基本上我一直以嚟唔用Q 技嘅第二招就係咁解。
基本上一打多同一打一都係靠呢個配合咧，都好快解決到㗎啦。即係無論幾多隻敵人，好快解決到㗎啦。所以我最主要就係推薦用呢招矛之心。第二招介紹就係呢招專注一心，咁樣佢就係每0.2秒造成你嗰個傷害同移動速度增加8%，最多疊加5層。咁8、5中40都加40% 傷害同移動速度。呢招就一定要搭翻 Q 技嘅第二招咯，即係強化普攻嗰招。呢招我個人又覺得搭強化普攻都 OK，PK 嗰陣時用咯都係一打多啊，嗰啲情況都唔係好適合。好似呢家一放咗專心一致再放大技咧，就秒㗎啦，好痛。即係主要都係傷害加強咁咯，呢招係。所以睇下你配咩大技啦，呢招。但係主要都係配Q 技嘅第二招㗎啦，即係配強化普攻㗎啦，基本上。因為佢主要都係4秒增加40% 傷害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嚟討論第三招肢殘。呢招我就好少用，呢招冇乜大作用，基本上打擊目標造成749點物理傷害，回速15%，普攻降低25%，清除所有移動速度效果。如果目標作用中嘅移動增益效果，使你自身移動速度增加50%。呢招頂多都係 PK 用嘅啫。打攻手都唔得，你睇下佢距離好短嘅啫，得咁多，傷害又唔係話特別痛，冷卻仲成16-17秒，打怪又冇效率，所以都係廢廢地，喺 PK 都係近戰用咯，減下人哋嗰啲普攻速度咯，唯有。跟住呢招傾斜旋轉又係 PK 用，引導3.5秒期間使自身傷害抗性增加193。以物理傷害嘅形式即將承受到嘅傷害100% 反彈回去，每0.5秒回復10點能量。呢招呢，就係簡單講就係反傷咯，但係對高手嚟講冇用嘅。你睇下一出呢，佢就旋轉㗎啦。我嗰次對嗰個敵人，我一出呢，佢就知我做緊啲咩呢，佢即刻唔打我，完全反彈唔到佢啲傷害咯。咁變咗呢招又冇乜大作用。但係如果打團戰嗰陣時都有啲用嘅，因為咁多人都睇唔晒㗎嘛，突然之間用呢招係咁反傷嘅話，嗰個作用都幾大。但係我又覺得呢招嗰個作用係打團戰咯，或者 PK 嗰陣時恰啲新手唔識嘢，可能用到。因為佢一知你呢招個作用咧，佢即刻唔打你咧，咁你變咗就廢咗啊！呢招完全係俾佢廢咗武功，佢一唔打你就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就到第5招尖刺陷阱。0.3秒後召喚出一支巨型長矛破土而出，對2.5公尺半範圍內所有敵人造成967點物理傷害。呢招又係 PK 用咯，打攻手有用啊，因為佢嗰個距離好遠又咁遠，所以都 OK 嘅，我覺得。但係若果嗰個我試過嗰個對手突然間出加速呢，佢係避得切嘅係。如果佢加速跑緊嘅時候，佢就咁跑嘅可能打中；如果佢加速跑緊嘅時候係打佢唔中。但係佢呢招個範圍唔係好大咯，變咗都係 PK 嗰陣時打攻手最大作為咯。除此之外就冇乜大作用。跟住就到呢招叉槍。
呢招又係 P.K. 用，又係遠距離打攻手用。一掉中咗咧就定住身咯，佢係叉槍。佢嗰個作用就係投擲武器，將第一個擊中嘅敵人牽引至你身邊，造成468點物理傷害，使敵人定身。而定身時間就依照你嘅長矛層數而定。3層嘅話就定身5.45秒，不過冷卻成20秒。呢招就好講你眼界啊！即係你因為呢招有得避嘅，一掉唔中咧，你就荒廢咗佢嗰個作用。咁佢個作用係定住人哋，咁變咗我諗都係配合呢招，即係打近戰嗰陣時嘅強化普攻嚟屈佢嚟咯，最主要。即係好似呢家咁樣，一定住咗，然之後遠距離就喺度射佢。咁你對遠攻其實冇乜作用嘅，佢都係一樣打到你。你係屈嗰啲近攻佢，屈射程就有用。你打隻遠攻係毫無意思嘅，呢招定住咗佢身都係。所以咁多招嚟講，我都係推薦2技嘅第一招同埋1技嘅第一招就搞掂。呢個組合係最萬用，其餘技能就睇你哋點樣將佢發揮啦。不過都係 P.K. 上面先發揮到㗎啦。打怪啊嗰啲都係用翻第一招就已經好足夠，好簡單就解決到啲敵人。咁今日嘅教學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係瑞雲，再見。